家好，蓝天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佳好。你即摆在收听的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有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冬天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在人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各位厝边隔壁大家好的听众朋友，恁好！我是恁的好朋友喜团。今日真欢喜来到台北大同教会，要来采访这个黄基成黄兄弟。咱即马请黄兄弟向咱请安问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同教会黄基成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哈！黄兄弟愿意接受喜团的这个采访，求神来纪念来带领。请问黄兄弟，恁兜较早就是信耶稣的吗？毋是咧，我自细汉，阮是传统信仰的一个家庭。阮爸爸、阮阿嬷拢真注重伫咧即个传统信仰的拜拜顶悬。因为以早伫咧家己的厝诶，拄啊甲当地同大间的庙吼，阮是伊的后壁，拄啊是阮的后壁小瓦，所以我伫咧读幼稚园进前一段时间，拢转去到家己迄个所在住遐，定定伫咧去庙埕佚佗。因为阮阿公伫咧遐是一个教送工程的即个军头师傅，伊通替人接骨。伊讲接骨拢免无收钱，所以大家真尊重伊。所以我定去庙佚佗安尼。我以前阮爸爸若是所以要去进香啦，还是讲去做啥物即关于即个宗教的代志，伊拢会带我去。因为我是大囝，所以讲爱教我教会晓安尼。所以我自己早嘛对即方面拜拜神的物件，我嘛感觉真正有兴趣啦。所以若当去咧启动咧炒的时阵，咱咧用迄个物件咧，用迄个因咧刷鱼酱，刷鱼酱炒咧规个拢流地，人会惊我做囡仔，我袂惊，讲这哪遮厉害咧足好，刷了拢无代志安尼，所以当机佫大家真尊重因咧所以我就讲以后大汉做当机应该是袂歹一个工课安尼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听起来感觉足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是安怎黄兄弟，伊即摆要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但是咱听伊细汉的即个成长的背景，却是一个传统的信仰环境中来大汉。是安怎迄当时你对即个传统信仰这尔有好感，并且嘛感觉别人会惊你拢袂惊，甚至嘛感觉做当机嘛是一个受人尊敬真好的一个工课。是安怎后来会来信耶稣？迄阵阮本来家己了，阮爸爸甲妈妈就搬起来到台北，伫咧台北遮细间厝到无够2平，佫一个半楼一家8口住在遐。无甲2平住8个人。对。咱听众朋友一定足歹想象的虽然是共细一个无讲真大间，就等一个房间尔。迄个门牌号码内面住4户，其中房间就是因为古早是大家拢去厝外人艰苦人。是。但是阮爸爸有一个观念，一定要找一个拜拜的所在。不管厝大间细间，拢要找一个拜拜的所在。爱拜拜，足注重的。因若
伫咧台北的时阵吼，因若要出差，早毋3支香，拢伊咧拜，啊若出差的时阵就烦恼我。因为你是大囝，都爱拜拜，所以伊若出差转来，头前来就问我讲，有拜拜无？我讲有啦，拢有。所以讲尾啊，因为迄个本来岁数的所在有发生火灾吼，尾啊，有阵啊刷到树林，阮爸爸伊个公司宿舍，但是阮爸爸注重一样态就是厝的清洁简单就好。迄个拜拜所在吼，特别叫人用迄个文公树啦、娘仔准足许哦，就特别设计一个拜拜的所在。我嘛是讲一家就真平安就安尼敢若神明有咧看顾吼，一家就足平安的，去到搬到顺利的所在，本来对2平的岁数的所在变做到20几平的即个宿舍，感觉足好的安尼。但是人咧讲好景不长哦，是安怎？到民国67年，迄年阮爸爸有一天拄啊12月16号，阮爸爸因为公司伊是负责技术部门的，伊拄啊出差出去，要转来，同尾刚拄啊转来台北啊，结果伫咧新庄遐发生车祸，甲伊要骑车转去公司，所以伊是骑倒摆出去出差。伊汽车，因为伊是爱骑新的车种，爱翻倒一轮，看有啥物啥物毛病爱调整的。对，拄爱一轮转来，因为公司工厂拄啊咧新庄嘛，所以拄啊要转来到要骑车转去新庄的时阵，公司的时阵，伫路边，甲沙石车发生擦撞。沙石车照边仔的奥多摆行看讲，拄啊弄着落去的时阵，沙石车有小动一下。但是尾后我搞过，哎呦，就是安尼阵啊，得离世啊，当场就阵啊死亡，死亡。阵我拄啊国中2年嘛，所以当时兄弟你是国中2年，迄天下晡转去到厝诶，拜六下晡，迄天12月16拜六下晡转去到厝诶，是突然间接到一个电话，是新庄派出所警察卡来电话。用去派出所去抓，讲阮爸爸出发生车祸啊，阮妈妈就问讲人安怎无？迄个警察甲讲，你来派出所就是啊，要交妈妈2个，所以你和妈妈去，交妈妈去，迄阵就是厝诶无啥钱啦，怎啊对有诶钱就早先我顶坐客运车到新庄诶派出所去，佮一去了，迄个警察，阮就紧问讲人安怎？警察讲。人死啦！人死啦！伊讲国语啊，讲人已经死啊。伊讲我真轻松，来听阮的心肝底足感觉好。足震惊的吼，嘛足震撼的安尼。毋知要安怎，是因为依照爸爸伫时阵，所有的代志拢是你烦恼的。阮妈妈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就甲厝来顾好就好啊。突然间安尼，毋知要安怎，袂晓哭，嘛毋知要安怎哭，就阵啊。比如做煞了后，转来到厝诶，甲阮即甲阮弟弟妹讲，爸爸死啊，才哭出来。迄当阵妈妈甲你才哭出来安尼，所以讲起来，黄妈妈甲黄弟兄拢足坚强诶面对即个人生巨大诶即个变化，拄着啊，就像拄着啊，是。即马跟他烦恼讲未来生活要安怎？搁来变怎行落去？因为迄阵厝阁是公司宿舍，毋是阮的。是一般照公司的规定来讲，你啊离职，还是无伫公司上班，还是调单位，可能都爱搬走，爱换公司啊嘛，是。所以阵就是加在迄个公司老董事长娘对阮真好，因为所以老董事娘对恁爸爸是有印象的。因为阮爸爸伊真认真，所以伊讲无，宿舍够恁大，即个囡仔大汉了，才收转来。感谢主咧。即个公司安尼嘛算真照顾恁即个家伙是，就是尾啊，因为阮爸爸拄过身了，阮阿嬷对家己赶起来，紧赶起来，足切心，伊讲。阿伯啊，汉年啊，
虔诚吼啊，人家顾迄人虔诚。阮爸爸一个习惯，伊若出差出去专省哦，嘿，若倒有庙，伊就先去庙拜拜。哦，足虔诚诶。啊，伊讲啊，一个鸡头啊念了去啊，哦，足切心诶。啊，无缀恁二就去信耶稣好啊。哦，迄当阵恁二即是拄好是信耶稣诶。阮二就是伊是伫台南接受咱教会诶道理，因为阮二舅诶关系，所以阮二就先来信咱真耶稣教会。是。啊，阮阿舅诶病，因为信了耶稣了，得到主耶稣诶怜悯医治。哦，感谢主。所以因比较较真信，所以阮阿妈讲，缀恁二就去信耶稣好啊，莫拜啊，足切心诶啦吼。是。啊，伊讲，等啊处理煞了，伊要等去家己嘛，对遐个偶像吼除掉嘛，嘛要来信耶稣啦，足切心诶啦。是。后壁阮就是伫迄民国68年2月初3接受真耶稣教会大水洗礼。哦，所以爸爸是67年12月16号过身发生意外，吼来离世。啊，恁伫家顶当，吼，按照时间无超过3个月，无超3个月，吼2月，吼，啊，就来信耶稣。感谢主，啊，就是安尼一直一路啊，信耶稣了，一路就是迄阵拄开始经济足歹。是。啊，阮妈妈咧共走去找共厝内放养的迄个工课。好。啊，阮姐姐就是夜间部。好。啊，拄啊，到当处长讲啊，无叫阮姐姐去公司做工读生。哦。嘿，啊，一路就是主要说保守阮厝的人平安。啊，妈妈甲姐姐的即个收入啊，维持一个厝内底一个经济会当稳定，啊，主要说保守平安安尼一路啊，阮顺利大汉安尼啊。是，感谢主，感谢主。啊，所以这过程当中嘛，互咱空中的听众朋友了解，兄弟的爸爸肯定虔诚，安尼咧拜服侍这个神明、这个偶像，啊，但是互咱会当知影吼，咱啊。拜唔到神吼，真正无法度，互咱真正的即个平安啦。吼，所以就像因阿嬷咧，迄尔切心安尼哦，一个家伙的家头安尼甲念掉去，哦啊，即个家伙免怎呢？啊，感谢主，后来因为来真耶稣教会来相信主耶稣了吼，啊一路啊就主耶稣安尼来带领，啊嘛真感谢主啦吼，迄个。老当娘嘛是真有爱心吼，嘛知影讲爸爸是因为工课要倒转来路上所发生的这个代志，啊，这机会真正阵啊，迄当时也无伸出这个手来斗相共啊，真正就会做更较辛苦啊咧。是啊，因为迄阵阮爸拄过身的时阵，阮阿嬷想讲，阮妈妈一个人，迄阵才40岁尔。哦，安尼做少年的呢。啊，阮姐姐高一，我国中2年，妹妹国小6年，是，弟弟国小5年。嘿。啊，阮阿哥阿姐甲阮阿嬷拢认为讲，阮妈妈无法度一个人饲4个囡仔大汉。照顾遮久，啊，佫饲4个囡仔大汉。啊，就甲阮安排，啊，阮姐姐去倒一个阿哥，好。学什么手艺，啊，我缀上去安尼。啊，特别甲阮就拢甲安排好啊，是啊。啊，所以尾啊，咱教会一个林妈妈，伊讲哦，迄阵恁都足可怜的哦，敢若星星知我心的，要互拆开去安尼。诶，啊，真感谢主。即摆讲起来，咱佫会笑，啊，但是也想起当时迄真正是做心酸的过程吼。啊，安尼，因为妈妈安尼去靠耐落吼，啊，讲亲情是足欠。啊，阮姐姐安尼伫咧公司安尼做工读生，一路起来安尼吼啊，毋敢讲生活了偌好，但是感谢主，3顿食会饱。哦，是，啊，就是安尼一路顺利安尼啊，感谢主。个要紧的是入捌了主耶稣，啊，甲主耶稣这恩典甲破掉安尼。啊，其中妈妈嘛有伊的见证一个，哦，因为拄啊迄阵爸爸拄过身了，伊一个人毋知要安怎。会惊，是惊要去到阮，因为阮住恁这个公司宿舍是较长条形的，较长了，所以20几平是较长了的，较后壁较暗。好，妈妈有去阵讲，若要到后壁去走骹，就会惊，是较无平安的咧。嘿，会惊，因为
毋知厝诶，讲真诶，经济要哪毋知影，是未来要毋知影，对未来充满着恐惧啦，吼，就一天暗时咧困诶时阵，嘿，迷茫着阮4个囡仔伫后壁即个食饭厅诶桌仔顶坐咧遐，嘿，妈妈咧伫咧灶骹煮菜，哦，伫灶骹煮伊菜，拢伊咧灶骹煮菜，阮4个囡仔坐咧迄个食饭厅遐，是，突然间，阮妹妹甲我讲，妈有人来哦。嘿，我妈谈谈是啥物人来？若无饲电铃就来。嘿，看一个，一个人穿白衫，嘿，面安尼微微啊笑，一路行来，对头前行到后壁来，嘿，嘛无讲话，摕一红包互妈妈。嘿，阮妈阮兜只人过身的尔。是，后尾来嘛爱摕白包吼，那嘿啊，那摕红包。是，刷了，迄人嘛笑笑，讲红包囥了，笑笑怎啊行出去？哦，怎醒起来？好，所以是原来是恁妈，从迄阵迄刚开始了，阮妈妈到后壁袂阁再惊。好，感谢主，是，感谢主。经济有安尼规个好起来，就是嘛是，就是平安豆豆顺，就是妈妈自己去共变厝内呀做，变一遍过一遍了，到尾啊是人阁介绍去一个第一银行食头路一个员工吼，主管因兜吼，甲伊骗囡仔，阁变厝内。迄个主管阵啊介绍阮姐阵啊去一银，做工读生，是，嘿，安尼，迄阵才厝诶经济才有开始好起来，哦，嘿，安尼。所以迄个恁妈妈梦中吼，迄个摕红包来，拢讲是送平安来，互妈妈的心会较定着。吼嘛，透过这个红包嘛，互咱知影讲，这经济头顶先帮助，无啥物问题。吼，就先，毋是马上就来到3工，但是一路一路安尼先直直甲咱开路，互咱行的路就愈来愈宽阔。是，感谢主。吼，所以安尼黄妈妈真系无简单吼。阮姐姐也无简单。这嘛是真辛苦，无简单吼。吼，安尼要甲一个家庭安尼维持好，真正是真辛苦吼。是。过来要请黄兄弟吼来见证伫生活当中所拄到一寡的即个恩典。感谢主吼，我会记你伫咧读高中的时阵一遍吼，伫咧学校甲同学咧佚佗的时阵吼，嘿，阮同学对我后壁同学对我暗棍算掉的。哦，算你佚佗就对啊，少年囡仔你佚佗啊，足大甲算掉，甲你锁掉安尼就对啊。一口气煞险啊断开了。哦，安尼做危险的呢。算掉的，我足艰苦的，要断开啊！伫要断开迄个那一刹那吼，我看到一部电影。吼，一部电影。是对我出世到我迄个时阵，互算掉即阵的即个时间点，即段时间我会记得袂记得即个代志吼，出一个搬一遍互我看。但是就咱人的时间来讲是短短，非常的短，非常的短。但是就你的感受来讲，是为你出世有印象，一直到即嘛，这个时间，会敢若走马灯、跑马灯安尼，一个就行过。咱讲人生跑马灯。哦，人生的跑马灯咧。北一个过安尼，出一个就过。搁第二遍即个经验是咧，我做兵要退伍迄一年，拄我台北林恩台风来，阮部队去救灾。迄当阵你做兵？第5个救灾。要对即个救灾站本着要车去北岛迄阵的海边的垃圾掩埋场去遐倒的时阵，是因为工作迄个车的关系，我伫咧两只车中去互压掉的。啥会去互车压掉的？因为迄阵吼后壁迄只车，因为迄阵阮部队的车拢越南战争留落来的车。二次大战留落来的这美军拨来阮部队的车，拢留啊，有的车怎用袂发，所以都爱即只车用锁啊甲拖发，才会振动。我拄啊负责压车，所以就去
绑这个锁啊，发动了个偷个锁啊，咧偷锁啊过程中间，头前个车撸，唔知影讲要动点，我对我夹要中。哎哟，安尼安尼，哦，迄种夹着了，边仔朋友看讲啊，办了百面死，因看讲是变去啊。哦，迄阵我就那想，车一换来哦，我紧用双手甲惊掉诶，开四条惊掉诶，结果无法度，搁换来的时阵，迄口开吼，人讲咱人是一口开尔，迄口开怎对喙内底吐出去。我过去迄口开内底有即个血腥味，臭味安尼哈。哎，啊怎迄个我感觉是断开啊，头前一片乌气，共款对我出事到迄个时间点，电影搁关一遍。所以等于你经历过两届即款人生跑马灯，人讲人生跑马灯，所以讲咱人一生咧做代志吼，你的经历是毋是咱要断开迄阵，就甲你做一遍互你看。不管你做过什么好代志、歹代志，讲过什么话，所以感谢主，咱伫个世间上吼，爱敬神听人，爱照道理来做。无未来你若神的审判，像咱人生跑马灯来走一遍的时阵，你要安怎面对神？嘿，对。啊，搁来一个题外话，迄阵阮阿嬷真坚持，阮来信耶稣。讲伊转去才要去来，我那要信耶稣。但是尾后阮阿嬷并无来信耶稣。安尼啊？嘿，伊转去了，厝边隔壁讲了，伊也无信耶稣。所以咱可能咱听众朋友你毋捌接触过基督教，啊是你伫咧教会无落真正久啊。只是讲我未来有机会再来信，还是讲等两工咧。嘿，等较有用的时阵。嘿，但是你像阮阿嬷安尼。伊到尾也到破病过身，拢无机会来接触新的道理。哇，安尼就足可惜的吼，真正可惜。所以咱自细汉信耶稣的人，真感谢主，咱一路平安顺利。啊，咱即个搁咧无道的即个朋友，若是有机会，爱把握机会。毋通想讲要安怎？未来有够有时间咧吼，才讲安尼。因为咱人明仔载要咱毋知影。对，是。因为未来毋是掌握伫咱的手中，嘛亲像圣经希伯来书的9章27节所讲的，讲按照定命，人拢有一摆会死，而且死后是有审判。所以他对黄兄弟的这个见证，伊就讲到着，有迄个人生的这个跑马灯，连续互因两届有一款的这个经历。虽然咱听众朋友无一定咱每一个人拢有这款的经历。但是，咱这见证就亲像云彩伫咱的身躯边共款，互咱知影讲真正有一款的这个代志，并且嘛，互咱甲咱提醒，毋是讲咱一死了就一了百了，咱阁爱面对审判。所以，无论你是做好代志、歹代志，你做讲过好的话、无好的话，你将来拢是爱面对公义的神，公义的神，伊就是照着圣经内面伊的话，伊的这个真理，来甲咱做审判。就亲像咱要面临一场的这个考试，考试的这个考卷伫什么所在？也是圣经内面来写得真清楚，就是咱行事做人是毋是照圣经的这个标准？所以等于咱就是先摕到考卷，知影讲要怎来写，咱就爱写好对，爱照时间来写好对。头拄仔黄兄弟嘛，甲咱勉励尤其咱还未来认捌神的这爱慕道理的朋友，咱真正爱把握机会。什么是机会？就是咱搁一口气搁留咧，这就是神所来的机会。但是咱这口气也无得的时阵，安尼当然这个机会就无去啊。所以真正就是爱把握这个美好的机会。说来去咧。感谢主的保守咱人有当时也定咧想讲我等下要做啥物代志，明仔要做啥物代志，会去计划咱人要计划要做的代志。但是，敢圣经讲的讲，咱明仔载要咱毋知影，所以应该爱把握机会。像我安尼讲咧，像你安尼讲咧，因为伫咧民国181年。4月14日，我发生一场真大的车祸。所以这等于是3档前的代志了。是。我记前一天4月23拜六，我
工作上的关系吼，我台北活动，是所以我就先台北的工作工课做煞了后，我就过两工要台中，所以我就一路开车，物件加去载吼，要落去台中。我落台中的时阵，上高速公路，我讲韩岛路的小可摇咧，会错，会错者，会会错，但是错即个毋是真严重。我一路安尼开注意一路落去到台中，就平安来到台中。落去我紧落交流道了，紧停你路边看者，紧看无啥问题，因为进前一遍会安尼错的时阵，是因为咱吼已经磨损过度啊吼，咱已经委屈啊，即安尼才会错。但是我去变落去检查了，四轮的即个轮胎痕佫足深的，应该是即个机器的问题吧吼，我就无想转来台北，再来去保养厂甲工作做煞了，再来保养厂做一个检查。第二天4月24，我就先去做工程做煞，然后共款，就物件载，因为照我以前经验，假日礼拜。要为台中开来台北，一定会塞车，一定会塞车。了，阵对，因为我一趟由台北加甜了，落去台中，佫转来一定爱加油，所以油甲加甜。油加甜了较上路，才上高速公路。伫台中去正塞车，对台个交流道去起来，就开始踏啦。豆开就慢，到丰原，到过安尼。是。那开那头反正车是多嘛，会找。但是若等下较无车的路段，往头就9、10、18咧开。我若开到18钟，我就开到咱的迄个通内面的车道，开到8通安尼吼，是安尼开。一路到了，开到苗栗过，是。这要到东路的时阵，已经暗时差不多。迄天是4月24，暗时要6点50几分迄阵。迄嘛算做暗的啊。暗正就是车足多，迄阵是头前后壁拢专车。大家速度拢有速度，然后70左右啦。车侪但是拢无塞。70左右安尼开。佫较无车的时阵路段就是，佫就开到80、90，就开到内面来吼。一直要到东路，咱上北差142 K 的时阵。是。我头前后壁拢怎啊无车？就边仔车，嘛速度拢不哩紧，就拢先过，就先同因开，我就开到加速到100，就开通内底车道，是，直到落行，142 K 过到要141 K，迄个路段落行是，到速度100通啊，韩岛说一直唰，向我说听后壁，嘣一声，所以咱也破，迄阵我毋知咱也破，敢若嘣一声，了后就听到底盘空，我毋对，我判断恁破链，崩链，崩链不是要安怎？是袂使打动啦，袂使打动，油门放掉，切方向灯，头切到路径去。我也知影，就把油门放掉，拍方向灯头开，但是因为后壁载物件，是崩链了后壁重量无平均，开始害，安尼足恐怖的呢。开始害的时候，哇，惊一个。以前咧开车的时阵，我特别若开车载阮太太走妈妈走阮厝人出门的时阵吼，你路若拄着即个紧急的代志吼，阮太太拢有发海瑞啊，是。你不要开车，我就烦到好好，你这紧张啥物代志安尼吼？个以前拄啊信主的时阵吼，咱教会即个蒙恩见证集是，咱当拄着危险啦，拄着无好的代志咧，发海瑞啊。是，但我自信，但是我自信主了后，我毋捌大声发海瑞啊过。迄边崩链了后，开始咧害，我无得控制啊。因为很多路无得控制车的方向。我控制啊。刚才喊到就滑掉，油门莫打，当然莫打，放掉。刚才知影讲一阵天旋地转啦，唔知要安怎，哇，惨叫声海路呀！一切拢交托水牙所，求水牙所带尔。水牙所交了，我无法度啊。
啊，当然目睭磕磕，很多人互我调了，刚才咧车练啦、洗啦，乒乒乓乓乒出来了，向嘣一声了，我讲啊，爱打洞啊，是，听嘣一声我打洞啊，打落去了，叽动起来。当我目睭踢开的时阵，忽然讲，我人坐好好呢，啊，我拄仔我敢无冰车，啊，人我坐好是安怎？我敢无发生车？我咧想，啊，无人生跑马灯照过咧，我应该搁是最少保守，我应该搁直直吧。是，啊，看能我足侪电话对我边仔过，我退足多，就是我只是车顶，这车一过，一直过，我就讲，我原来对同内底，同来线的车道，洗一轮，搁冰一轮，我弄着了，搁洗180度，车头本来是上北。停路径了，车头煞转啊向南，所以看到足侪车顶，上北个车顶就过。所以等于是练360度，啊个冰360度，啊个弯180度，本来向北的变做向南的，啊所来去个停位路径去，停好。所以迄阵，拖车的司机甲警察来讲，所以后来就拖车的司机甲警察来啊，就人就通报讲有人冰车，因就来，因就讲像你车你家己开停安尼，我毋是，我冰就冰安尼啊，讲停好着，感谢主。伫咧冰车的过程当中，车玻璃大概拢破好了，对同来倒。变到路径的时阵感谢主，虽然玻璃破了，但是我所有的物件、器材啊，我的行李啦拢无落去车道顶悬，全部落去路径。还是奇妙全部落路径，安尼就袂影响到后壁来的这车辆的安全。是，尾警察就阵安排拖车落交流道，找煞做笔录，过程当中会讲。检查可能是我的体温伤浅，是，叫伊看，体温佫足深的啊，体温佫真深，表示毋是体温无够的关系。比如讲是毋是你练较老化是安怎？做正这忙练。因为伊讲伊船嘛路的嘛无啥物掉落物，互我搞着，种都没有安尼。是。感谢主，我迄阵车变过了，我坐好了，发现讲，那手有血。手流血，我惊一个，我紧头壳蹦蹦，身躯蹦蹦，拢无代志，紧落车，是，找手机敲电话联络厝联络保险公司，结果手机无去，找无，手机已经害出去啊沿路对路径大头找着手机所以表示你当时会当行，会当走，所以表示你身躯拢无受伤，无受伤。刚才你讲小可手有流血，安尼尔，所以迄血嘛毋是为头壳来。我这是敢若这个正手的背景仔啊，去挂掉。因为这个挡风玻璃吹去，去挡风玻璃挂掉，小可破皮小可破皮流迄个血尔。所以你行动拢够足自在。足自在，感谢主，就一路安尼。去找着手机啊，找着钱包，找着我所有的。掉那个路径的物件，拢捡起来。警察嘛真好心。迄个拖车司机讲，你加载当着少年警察，搁还倒找物件。若看到警察先排除再说，搁甲你捡物件，甲你倒捡物件，没有。感谢主。所以就是警察甲倒捡物件刷了，落交流道做笔录刷了，拖车就拖转来到台北厝的安尼伫咧要拖起来。台北进前迄个拖车司机仲去即个东路即个交流道一个迄个槟榔摊买粮的。伊讲看啊你去惊着啦，我买一个粮个请你啦伊甲迄槟榔摊人足熟的嘛，伊一去了，槟榔摊人看讲拖车顶悬的车密密麻麻讲人在医院很严重因知你坐伫头前安尼我叫司机讲，莫别讲。车主在边啊，因为看惊着。这拢是神的恩典啦。平安就是一路等到台北了，就敢若要种知影破皮流血尔，无啥代志要休困，足忝的。是。阮厝的坚持讲，阮后生查某囝讲太太坚持讲，一定爱去病院急诊检查一下。好无我检查一下好咧我就怎去
淡水马街病挂急诊，哦，去遐检查。是，要入去急诊的时阵，伊就先迄阵拄啊疫情的期间嘛吼哦，，所以是拄啊 COVID-19 的疫情，吼，新冠肺炎疫情， 2022年嘛，哦2022是年个迄个就先问，伫咧挂号就先问你的基本资料，啊了后就等急诊叫的时阵，我就怎啊行入去，是，阮太太先入去，护士讲人咧，吼，人到底是安怎会来急诊？阮太太讲开车高速公路，对兵车开超100桶，对桶内底变到桶外口，用人咧，用就是伊会看我行入去，我行入去。护士看我讲，你开双 V 的吼，有安全气囊？我讲无，我开箱我车无安全气囊。讲伊头一遍看人安尼，吼，兵车兵安尼，家己行入来。阮太太讲感谢主，伊嘛讲真爱感谢主。了后检查刷了后，佮照 X 光，医生讲无安怎。哦，所以嘛做彻底的检查，彻底即个检查了，发觉讲，真正身躯拢无安怎。无安怎嘿，就是敢若即个下安全带的所在，有小可去缩掉的，所以迄个缩的迄个疼，然后疼了2个月。感谢主。嘛好佳哉有下安全带。是。你也讲，迄物件、手机啊、行李拢安尼飘飘出去。是。迄当阵黄兄弟啊，无照规矩下安全带的话，我看即马坐伫遮，我就伫遮含咱伫遮咧见证啊。是啊。伫遮你一开始你有讲因为有可能会塞车，所以你就甲你油拢加满。加甜。嘿，安尼害，安尼磨，安尼安尼切。结果油拢无流出来，嘛无做正火灾，无用，车已经驶360度，佮冰一零360度，佮弄着路径，然后佮冰8，佮咧驶180度安尼吼，这油拢无流出来。哦，这嘛是神的保守的。是啊，尤其我咧迄阵拄啊，若开车倒来用塞车嘛，是，明仔载拜一要去。做啥工程拜日要互啥物工课，等下想的时阵，讲7点外尔，等下到时候8点外，还来得及回家吃晚餐。叫像咱说向我咧烹饪，是，所以咱人聊上袂讲，你等下要安怎，你毋知影，是，正是安尼，系啊。所以真正亲像甲国书第4章13、19、15节遐所讲的吼，讲今日明仔咱要往某城去伫遐住一冬，要来做买卖，其实明仔较安怎，咱嘛拢毋知。吼，咱的生命是啥物？原来是一片的坟墓啦。吼，出现一时啊，就无伊啊。所以咱敢若会当讲吼，主人愿意，咱就会当活着，会当做这项代志，会当做迄项代志吼。是。头拄仔黄兄弟咧见证当中嘛有讲着，迄当阵因为北上的车真济，吼所以头前后壁拢有即个车，车较人的时候，你速度就较紧。但是你头拄安尼安尼冰碰链冰车360度，搁刷来，搁360度刷来，搁变过来180度，阮无弄着其他的车吗？后壁的车拢无甲你弄着吗？拢无，因为我特别对迄个行车记录器调出来看吼。你搁特别甲迄个纪录片搁摕出来看。冰车是到4月24號7:07分。我伫個6:56分的時陣，迄個頭前後壁邊攏個專車，迄陣時速差70，攏到大攏到60、70，攏會車。但是一直到迄個落街的時陣，到7點差不多5分外，向我後壁頭前煞無車。这嘛足奇妙的吼！所以当我冰车刷了，我相信迄个时间真短，360度，佮冰踅360度，佮冰360度，佮踅180度，迄个时间真短。应该袂超过10秒啦，吼。无，足紧，是，足短，是。一直到我车停无稳啊！人看说，后壁车的车顶就拢秀秀过啊，足最好，车足捌的，要入过，因为到落架，车就足多。感谢主，伫个冰车这个车会过程当中，
无任何其他的车，因为我的兵车影响到因发生车祸。嘛无因为我物件落落个车道，害因发生车拢无，因为我物件拢喺路顶，全部拢喺路顶去。感谢主，主要说保守，所以人讲，迄是神的恩典。较对我来讲，我毋敢讲是神的恩典，我讲这是神的人民甲保守，真是人民甲保守。是，安尼感谢主。所以今日，咱透过黄兄弟的这个见证，真正互咱知影讲，哇，这一切拢是神的这恩典甲保守，对因兜安怎来信主，因爸爸这样虔诚伫传统信仰内面安尼服侍，但是最后竟然是发生意外安尼来死亡，所以互因兜的人甲阿嬷安尼真切心，嘛因为安尼因规家伙来信主，伫信主的过程当中。真正是真辛苦，因为妈妈甲姐姐要维持整个的家庭，所以嘛真认真安尼来努力，嘛是神的这个带领甲恩典，互因一路行来拢真平顺，虽然袂使讲大富大贵，但是确实拢无互咱有亏欠，但是神的恩典真正拢有够咱用啦，是感谢主。所以，互咱的生活拢充满着恩典啦，咱黄兄弟最后有啥物话要甲咱空中的这听众朋友来补充来说明无？咱若自细信主的人自细信主的这兄弟姊妹，兄弟姊妹，爱感谢主，咱来体验神，生活中点点滴滴，互咱知影讲，确实有这位神的存在，咱来追求家己的神。咱若想讲，每工咱会当活着、呼吸着空气，就是感谢主，这就是神者。神人愿意，咱才通做一项做一项，所以爱把握着时间。若是咱无着朋友，可能你无着2年、3年啊，是讲你拄无着无偌久，你会想讲等下我练工，我有时间才来信，但是练工咱毋知影，爱把握时间，爱把握时间，感谢主，大概就是甲大家分享到这。多谢感谢咱台东教会黄兄弟安尼甲伊生命的这个见证向咱空中的这个听众朋友分享伫咱的节目要完成进程就由戏团带领咱做伙来献上咱感谢的祈祷请咱做伙同心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俄罗你，因着你引带甲带领，互戏团今会当来到台北台东教会来访问黄启成兄弟伫生命当中美好的这个见证。透过黄兄弟的见证，互阮知影一切平安拢是对你而来。因为对因爸爸的这个生命当中，互咱会当知影，虽然伊服侍者的生命遐尔虔诚、遐尔用心，但主耶稣你拢知影，这是无路用的。但是他嘛透过人生当中所拄到这个极大的这个变化，互因这个家庭会当来认捌你，来到你的恩典之下，来享受你美好的这个恩典。嘛透过伊美好的这个见证，互咱知影。有时阵，咱的能力，咱的体力，咱拢真好的时候，咱会感觉其实一切，敢若拢掌握伫咱的手中。但是透过一寡这个意外这个发生，互咱知影，原来这一切拢是主耶稣美好的保守。所以对黄兄弟，伊伫3年前所发生这个重大的这个车祸当中，互咱会当来看到神你的权能，甲神你的这个保守，甲主耶稣你的这个怜悯，互咱知影，人也无靠着你，其实阮是无啥物会当做的，只有你愿意，阮才会当做这做迄。所以恳求主耶稣基督，你的圣灵亲自运行，来带领阮伫空中这所有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当就近到因附近的这个真耶稣教会来查考这得救的这个福音，嘛求主耶稣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来临到阮每一个人的身上，互阮拢会当享受你赏赐互阮的这个美妙的恩典。
伫阮节目要完成进前，安尼来献上阮的祈求甲感谢。恳求主耶稣，你垂听带领，嘛恳求主耶稣基督，你继续来祝福，互阮兄弟因这个家庭，保守因伫主你的爱中，继续来行这条信仰的道路。哈利路亚，阿门。亲爱的听众朋友，咱的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直接要来完成了。如果你对今日节目的内容有啥物感动，有啥物要分享的，或者有啥物疑问呢，拢会当伫留言区来和阮分享，问问题哦。嘛会当分享这个节目，互你的亲戚朋友哦。嘛非常欢迎你到厝边附近的真耶稣教会来做伙查考真理。愿天顶的真神赐去予你，赐你平安喜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一摆空中再会。最后的厝边，就是主耶稣，永远陪伴你身边，永远保护你，永远的朋友，就是主耶稣。无论风雨也出日，永远看顾你。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予你生命甲平安，予你得福气。耶稣要听你祈祷，要赐福气予你。